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日夫妻来呢个节目。你客家人好好开戏，不过咧，你今日唔系学来少介客家的台戏，你少介系昆曲哦。我现在会看昆曲咧，去到关系嘅，你个客家总嘅总头也总得看得到。所以当不要咧绕墙，你今日来宾佢系你从良嘅嘅来宾，你嘅台领欣赏，欢迎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台湾昆剧院团长吴岱琳，主持人好。今天很荣幸来上节目，为大家分享昆曲艺术，谢谢。欢迎老师，很开心哎。我们说老师你跟客家很有缘，虽然说老师黑客家你不是客家人，可是没有想到跟客家这么的有缘分。怎么说呢？用英讲呢，因为信上帮我们绕昆曲带咪到关系嘅客家众，我们去到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客家庄里面，让大家看到昆剧，所以这算是一个跟客家很深的缘分哦。我们可以这样说吗？是的，不止500年，我看昆曲是600年。对，因为说实在的，我们说到昆剧、昆曲的时候，我们会有种心生慰藉，因为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很高的艺术殿堂，艺术性很高的一个，我们说的是一种艺术的表演。不过很棒的事情，今天要跟我们的乡亲朋友来讲嘛，改嘞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竟然可以在关西，我们就可以看到昆曲的演出，是因为老师带进去。对，我觉得也是很幸运啊，就是我可以把这么美的，而且世界级的，对国际级的这种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的一个瑰宝带到我们关西小镇。对，其实艺术无边界，对，只要它是美的，到哪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觉得非常欢喜，可以看到这么美的东西。对，然后大家就在想说 ，OK， 在关西可以看到。但是比较特别的事情，台大口内地就是我们有2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是我们竟然挑战户外演出，第二个关键是我们跟古迹结合。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看不管从京剧也好，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好像要进去一个很漂亮的环境，在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室内环境里面，坐在那边就是静静的欣赏，然后感受。可是我们这次是户外结合古迹，也可以表演，是吗，老师？是的，对。因为古迹呢，这个在关西，这个我们是关西这个日式分驻所，古迹分驻所，它是以前是一个远景宿舍。那它呢有一个所长室，后面有一个远景宿舍。我是在所长室办了2场，从去年到现在各1场的这个。真正的粉墨登场的，真正的对，把整个文物场带过去啊，就是一个昆曲表演。这是我们关西这个镇公所主办，我来承办，台湾昆剧院承办的。是那。效果当然是出其意外，因为想说这个小镇，应该是大家对客家戏会比较有兴趣。对。那时候在去年12月10号在办关西遇见杜丽娘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预期，而且准备2个月很匆促，因为想说疫情过后赶快再来演出一出戏。那没有广告了，结果那一天涌入了大概300多人，把我们的古迹都挤得满满。我们古迹的庭院也不大，这样子。所以老师那很浪漫的，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听戏也好，看戏也好，那已经是一件，你知道我们觉得那是一种文人雅士在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客家人有时候在像收东西，就是我们会喜欢看戏。以前是在庙前，有没有？我们会有搭台，但这一次通常我们会进到剧院里面去看昆曲。不过这一次在古迹可以看到。老师是不是你曾经有分享过？有一次你好像在里面粉墨登场，外面还安排茶席。是不是？对，就是说茶席是这样。我在我们关西古迹分驻所2年内我办了2次茶席。那我自己心中的愿望，我来这么漂亮的古迹对，那这个古迹呢可以重建，应该是我们地方，尤其是这个地方这个所在的这个东兴里，还有这些乡亲一起把它重建出来的。对，那我觉得我是一个外人外地人，我来这里，那我把这么好的文化带过来。那结合你们辛辛苦苦把它重建出来的古迹结合，那我应该把这份成果分享给我们关西的乡亲。所以我发现说，我在这边每一年要把每一个里轮流的老人家请来古迹，那我设茶席摆宴在这个庭院里面，那我在这个榻榻米
对，就是做一些节目，有昆曲，我的清唱啊，有时候因为这2年很忙，所以一直没有粉墨登场。不过我就排一些，比如跳舞啦、茶禅啦，清唱节目啊，让老人家吃我亲手做的糕点，那喝茶有茶艺师帮他们泡茶这样子。老师，我觉得这好棒哦，因为我们常常在欧美国家，我们会看到他们其实有常常很多这样的一个户外的演出，不管是像大型的交响乐或是音乐也好。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台湾也可以在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这么高级的这样的一个演出，然后变成它好像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这种文化，我们就直接在一个地方就直接的呈现，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光。是啊，一个策略耶，我觉得对它应该是一个亮点，因为其实美食好做，可是文化很不好做。对，可是你又把文化可以做到让观光客吸引他，那是更难上加难。对啊，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去关西观光，其实关西还是有非常多很棒的一个景点。是，可是你不是只有看风景，然后我觉得也不是只有台湾人很喜欢，就是说。逛老街吃东西，对，不是只有逛老街吃东西，那也是动戏停停。然后你如果说到了一个地方观光，你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艺术表演，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加成。不过台家有谈到线上警讲去青岛安永改古家来走安永改战车，我们当然很好奇啊，动好题，线上是怎么样找到？这么特别的地方，可以让镇公所来主办，然后老师承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演出啊。听说找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也是蛮戏剧化的一个，我是觉得对，好像是电影情节。因为我长期都旅居在美国，那我这几年都回来都是演出而已，对到台北啦、桃园演出完大概1-2个月我就回去了。对，那一年呢是2020年的11月份，我要回过感恩节了，已经演出完了啊，事情都办完，我要回家了。那我一个朋友呢，他买了一个度假屋在关西。他说，我就问他说，关西有什么？我查一下 Google， 有关西老街。对，我喜欢逛老街，而且我非常喜欢小镇，因为我在美国也住小镇，住在很偏远的高山上，所以我就去逛了。我朋友说那老街，反正台湾老街都一样，没什么好逛，都是吃的啦，居家商店。我说我看了看，我觉得这个关西感觉上比较慢火的小镇，所以我那一天就去逛了，我就认识了一个染布的老板娘，那他就邀我说，那老师你下礼拜要回去之前，可不可以来帮我们？我有一个像同学会20几个人帮我们介绍昆曲，所以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我大概几天我就要回美国了。那我那天去呢，就在那边有一个。关西的就是镇公所刚好管理古迹的管理员经过，对，缘分，对，真的缘分。他说他平常礼拜5也不会从那边过，他说那一天就突然就心血来潮经过了之后，他看我们里面好像蛮热闹，他想说想说要了解一下，结果他看到我以前在台中林家花园演出的一个 DM， 就是一个 postcard 他看到我，他说那他就问我说：“吴老师，我这边有一个远景宿舍，已经荒废2年，就是说没有人想要进驻。为什么？因为关西平常没有人，要做生意也比较难。观光客周末来，所以他说就是说控制了快2年，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好，那你带我看看，就骑着脚踏车啊。”我想就载着，我说那你上来吧，我说好，我就太像演电影了，也不怕是，就完全是陌生人，然后对，完全是，而且我发现说，他是一个公务人员又管理古迹，可是感觉很淳朴，是，应该是个好人，对，他就说他就吞问我说有没有兴趣，然后我就跳上他的车，一拐弯就在旁边巷子。一进去就整个就是跟外面完全不一样，世外桃源，就完全进入了另一个时光隧道，就完全是非常就是以前上世纪的日式建筑，而且非常漂亮，而且很幽静。那我一看了，我就忘了我要回去的这档事了。老师，我觉得这很棒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契机，一个缘分。那天如果没有遇见他，可能也不会这么快速。
对不对？是，可是我那一天答应我，其实我过没几天我就有点后悔了，你知道吗？因为啊，我觉得你要做，比如说要演出容易，可是你要守在那边，要去做这些哇哦，不是我今天对，不是我演出完毕之后我就说拜拜哦，我就离开了。对，在这个地方是需要经营的，他要蹲点，对，而且你也不是是做生意的，你是想说推广这种文化啦，做一点自己一辈子一直很喜欢的东西来分享。对，因为做传承嘛，你没有传承，你就觉得很可惜。而且你要对那个地方投入感情，投入时间、金钱很多，要守在那里。时间、金钱，对不对？大脑跟最重要感情，对不对？找到跟那个地方的连结。后来呢，过了1个月就农历年了。我记得我农历年就很孤单，就一个人守在那里。哎呦，连团圆饭都没有，因为都要打电话给我们啊，我们要一起去吃团圆饭。我就一直思考着，这个古迹这么美。我要带什么内涵来进入这个古迹，不要让它成为一个完全是很商业化的卖场这样子。哇，好棒哦！而且刚刚听老师讲，本来会很担心，说真的，要是我也会很担心。我想说，第一，它不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艺术欣赏没有错，可是毕竟客家庄我们大家都看大戏。看习惯了，对不对？突然要来看不一样的一个剧种，然后结果没有想到人数都超出老师的想象。是啊，100、200、300，大概对200-300人就把庭院，而且内外我在里面穿衣服扮装的时候，全部给游客看到。哇，等于说他是内外幕后也被看了，戏里戏外完全不知道谁是在戏中人这样子。对，而且听说下雨会担心没人，没有。这次是下雨，去年是没有下雨，去年是200-300，那今年呢是2场哦，都下雨，结果还是第一场都是等着穿着雨衣，太感人了。对，可是烟雨蒙蒙这样子看着戏也蛮美的。哇，太棒了哇！其實喺用多多嘅故事，然後大家都分享，大家先聊下，等下再嚟講。東方宇宙的繞牆道，台鏈線上呢度節目地圖，然後大家都講一下昆曲，就昆曲，對哈，或是我覺得真的很棒啊，因為我們常常都會說昆曲其實是這個我們說戲曲之母，可以這麼說哈，因為它就是百戲之母，對嘛哈，百戲之母，對不對哈？不過這有很多可以聊，不過我們先來聊一下，就是說，老師，我們可不可以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特色跟內涵？簡單說，最容易理解的會是怎麼介紹？應該是昆曲就是百戲之母，那它最主要是它非常的文雅，對那它的曲牌很優美，還有它的身段也很美。那凡是別的地方戲種，如果他會學會昆曲，那他在演他，比如說他的京劇，他的客家戲，對他本身的在戲曲的這個表演的藝術上是非常有幫助，所以以前啊，唱京劇的人，他要唱1、2出昆曲來墊底。哦，真的嗎？對，他就有底蘊了。就像梅蘭芳先生，他也要唱就是《遊園驚夢》來墊個底。哦，對，因為昆曲是這樣，他邊唱還要邊舞，他變成就是歌舞劇。可是京劇呢，他唱他不舞，他不舞蹈的。他大部分就甩甩水袖，昆曲再難，就是他邊唱要邊跳舞。对，哇，好棒哦！所以而且老師裡面唱了很多，也是都是古詩古詞。對，他的文學性很高。對就是同時期就是莎士比亞，西方莎士比亞。那我們這個中國就是湯顯祖，那他寫出了《牡丹亭》。那這《牡丹亭》呢，它是其實故事情節很簡單，可是他寫了這麼厚的一本《牡丹亭》我在國外那老外看的《牡丹亭》都是翻原文的英文來讀的，是，對，它裡面的都是古詩詞。那我這一次演出的活捉兩個禮拜前12月10號演的活捉，它每一句詞都是有典故的，你一般沒有國學基礎是看不懂的，我都要回去看英文解釋才看得懂。是，對。老師，那聽的人怎麼辦？就是你喜歡的，因為他會去研究，對，他會去研究，就像你讀唐詩宋詞一樣。對，哇，很美好。因為剛剛有沒有聽到老師有講到在灌田子活捉，對不對？這是老師
就是才前一段时间在关系的演出，因为台高北讲哇，你讲你讲到那种都有艺术性动构，艺术性很高，但是我们有想讲许多关系跟他提供，还讲台高没动了解在剧种，又有款，又有款系，所以我们会不会因为为了要缩短跟观众的一个距离，对不对？我们也希望他可以认识，就像老师讲的文化的传承。所以老师你在剧码上面或者是一些桥段上面有特别做编排，对吗？哎，有哦，我活捉，因为在我们的客家庄里面，对，那活捉呢是一个阎婆惜，他是一个他是张文远这个男的情妇，他死了之后呢，他回来就是来情勾他的这个情人，共赴黄泉。那他是一个鬼嘛，对不对？那这个小丑张文远说，碰到他的时候，他要把他驱魔，他就说我到城隍庙求了一幅签，一幅咒，要把你驱魔掉，你不要来吓我。那我就把这个梗改成太和宫，因为我们关系就是太和宫，我们对面就是我们的古迹，对，那就用太和宫。那他看到这个艳鬼的时候，他里面的戏词是说啊，这个小姐长得很标致，那我就改成谁妹暗家。所以真的就讲了 C 妹暗家，对，小丑就讲 C 妹暗家，好可爱。对，所以很多东西我觉得文化是可以相融的。对，我来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也是一点点小创新，可以这么说吗？是，那大家听了很开心，很高兴。太和宫就在我们最著名的我们的古迹太和宫，而且你对那个故事就更有想象力。是，对哈，这就是老师这次特别因为有关系，两片来走让出改时间给走来一些改变。不过说到这种不是只是这样的改变哈，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现场，我觉得老师这次真的很用心，谢谢老师。你看把我们的这些道具都带来，然后我们说哇，还有衣服，对不对？哈，老师背后这一件好美，那个都是手工刺绣。对，这个小姐哈要游园的时候，她会先就是穿着斗篷，对，那里面会穿的这个是大部分都是会穿粉红色的衣服游园，它有点规范的。是，所以这就是你想想看哦，像这样的东西穿在身上，那就是你该是什么样的角色哦，非常的讲究，你就该穿怎么样的一个衣服。这也是回到我们里面讲的，就是我们的行当，对不对？生旦净末丑里面，老师要简单帮我们分享一下。对，生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小生那其实老生也可以叫生，对啊。那小生有分，有五生啊，这些都哈。那旦呢？旦就是有花旦，有闺门旦，对啊。那京剧就是青衣，对啊，青衣花旦，对。那闺门旦就是还未出嫁的小姐，那她可能都是官家的小姐，是。那花旦可能是小家碧玉，有些丫鬟，还有官这个艺妓、歌妓、官妓都是属于比较花旦类的，生旦净。净就是大花脸，对净大概钟馗，末大概就是中年的老生啦，是末。那丑呢，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其实丑呢有文丑武丑文丑呢，他可能就是比较他有读书过的那他也比较诙谐。那武丑他是有武功的还有那个老旦，他也是一种丑角。就是比如媒婆她也是另外属于一种，所以老旦也算，对，也算有。她比较演那种比较诙谐喜剧的，对她就是一种，她也是属于丑角的一种，对。老师，因为我们都有扮相嘛，对不对？生旦净末丑，像丑角是不是我们鼻子这边会涂一个？对，他会涂个白的，对，他会涂的，对你大概看他出来的那个扮相，你就大概知道他走路就是吊儿郎当的，对，那个就是丑角，对，真的。那个媒婆也是有没有？她就是比较3-8型的，对。但是我们的那个女主有没有那个旦一走出来的话，哇，那个整个很华丽，那个衣服不一样，就会知道哇，她就是今天的这个女主角。其实我们老祖宗说生旦净末丑，就是依我们人的性格比如说你一看，你一定是演闺门旦、青衣的，对不对？还有的人就是比较太荣幸了，对，那就是不一样，就是真的是真正就是你的气质、你的性格。那花旦就是他可能他比较活泼，他就演花旦。而且老师，我觉得扮相真的好有意思哈，我觉得好精致啊！你光看他的那个头饰。然后有时候头那个戴得很重吧，有些，对，它很多头饰戴起来，头面，对，有些，然后而且这个旁边还要贴
那个片子，对，贴那个片子，它可以调整你的脸型。是，然后你比较宽的脸，它的脸可以调成鹅蛋脸，对，把你延成瓜子脸，对不对？所以老师扮相这件事情，就像你们要化妆，老师你们一般这样化妆要多久？我们不要举那个鼻子白白的，我们就举那个蛋角最漂亮的那个蛋角。大概哈，整个包头面大概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而且这个是没有刻意加快或放慢哦，就是最基础都要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化妆大概快则40分钟，慢则要1个多小时。哇哦，对，老师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一旦你化完妆，就是你那个扮相一完成的时候，就好像你那个角色就进入。对，就进入那个角色，你就是那个感觉。是的，就是说我们妆容起来了之后，我们的服装也起来之后，你大概就是，你应该不会做一些我知道那种感觉。对，比如说你平常大拉拉的，对不对？好，坐下来脚也是很随性，但是你一旦如果今天你的那个角色是一个女主，是一个蛋角，对不对？像老师刚刚讲的龟门蛋，对不对？哈，那可能你那个整个样子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变得很。应该是说你也不能笑得太大声，不能笑太，因为这有掉这个掉眼会掉下来。老师对不对？这边还要贴，对不对？要掉眼，而且它整个要掉眉毛起来。那你一笑的话，怕有的师傅绑不好，你这个整个会掉下来，很容易有的脸很容易掉眉。OK，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一旦进入那个角色的时候，你看他脸没有什么大笑，也不要觉得他严肃，因为他已经进入那个角色，而且那个时候最好不要叫他吃排骨饭，黑猫，所以不要。对，我们当时要唱戏，人家说宝吹二唱，宝吹就是吹头，就是文武场他要让他吃饱。对，那我们呢？我们唱的人是不能吃饭的，维持一个小2度这样。就是说他有丹田，那你这边都饱了，你就不能充气，就不能有吸满空气再唱就会有影响。对，我觉得常常我们说一句很老套的话，我们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是的，我们常那样讲，其实理性上我们也都理解那个是什么，但事实上你越是像跟老师这样的人接触跟聊天，你就会知道，那真的是一种专业，那真的是爱惜羽毛。你今天可以站在上面唱一段，那底下花的功夫是超出你的想象。你看上台前还要稍微维持一下，对不对？维持我们的这个，我觉得不是说维持饥饿或是维持空腹，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聚精会神，就是你要准备。对你等一下就要登台的，我觉得那是一个状态，我觉得那是一个状态的提醒跟维持。你好了解，而且很能知道我们的苦。老师说到不能吃饱，我就知道那个苦，然后也不能大笑，这还不苦，对，还不能讲笑话。不过老师唱这个，我们说昆曲很多年，不过老师一开始也唱过京剧。对我最小时候就是很喜欢京剧，一直接触京剧，因为那时候台湾昆曲很少，尤其我是中部人，昆曲要接触更没有，只有台北还有一些曲色。那后来20几岁到美国才知道说，怎么会有怎么这个艺术这么极致的艺术我没接触到呢？这么古老的，我都喜欢追求最古老的。竟然一辈子没有看到这么古老，是，我一次就傻眼了，就20几年前我到底都干什么来着？怎么我都不知道这么古老、这么美的东西？对，我不能说京剧不古老，只是说，它的不一样。那我就觉得，因为他的诗词，因为我本身是读文学的，对，我就觉得我对这个词句很敏感，对所以我就全部转个弯了，就往。老师是不是有带来一张照片要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后来呢，我接触了，在美国接触了昆曲之后，我常常就为了想学一出戏，就到上海去了。对，那这是我的上海的老师，他是上海昆剧院的胡宝丽老师，他也以前就是上个世纪，他常来我们台北教学，所以那个是老师的。对，他是老师，他很淳朴。不，我是说旁边那个扮相。这个是我，好美啊，老师。这还好，这个是10几年前，大概15、16年。这个是我，那好美。那他就陪着我去办，就是我那天要照相嘛，他就陪着我一整天啊。那他呢，有时候外面下着雪啊，来教我啊。我要帮他打的啊，就是叫那个计程车送他回去啊，他都不愿意我花钱，1块钱都不愿意。他教1堂课啊，才几10块人民币。我说老师，你这样太辛苦了，你这样子一趟来，他换2部车。对，所以我说说这个老师让我很怀念，是很感念。对，我就是在上海，他就陪着我这样子练习唱戏。对，那这个呢也是
这个叶慧荣老师，他就帮我演笛，就是吹笛。对，那他也是在上海非常，就是说也很有名望的一个吹笛的。他以前也都扮女的。哦啊，他看不出来，他扮女的真好看。他20几岁的时候，对，那他会带到我的寓所，这是我那时候租的一个公寓啊，我都是为了学戏啊，就是这样子。你看看一个专业跟成功的人士，你看背后的故事超出台家嘅想象，还有动都精彩嘅故事，台家是聊下，你等下常常去讲。基本上强的，我们台联线上那个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困曲吼。哇，老师，我从你的身上啊，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热情、执着，然后投入，而且我觉得，即便是现在跟老师聊，也没有觉得说啊，我怎么会花这么多时间？我觉得那个热情是堆叠的。你看，而且我觉得往往走到一个状态的时候，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会更不一样。例如说，你更希望把这个文化传承出去。对，然后你也很愿意的让它结合客语，对不对？然后呢，在客庄唱给大家听，甚至走到户外，我觉得一直在这中间不断的改变，然后变成一个新的一个样子。但是古典的东西我们还是一定会保留吼，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今天跟老师这样按打追鼓有没有聊天下来的一个感觉。所以基本上绕墙信上那种聊天，当然就是不能够放过老师，对不对？就会说，老师你是不是，就是你也可以现场帮我们唱一下？比如刚才是在公狗西店广告时间的时候，跟老师商量的说，老师你可不可以现场来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要一个老师他没有做好很周全的事前准备，然后没有扮相，你就要在他现场唱。不过老师你可以简单帮我们分享，不管是有结合客语的，或是没有的，帮我们分享一段，可以否？这个谢谢，很荣幸给我这个机会。是。那我今天可以这2天啊，就是有点在恶补这个，我们用客语课本。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要，我到客家庄想要做的，就是用客语呢，能不能来唱个昆曲？这很不可思议，因为客语也是古语啊，也很好听。那用来唱昆曲，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置入的。那我这2天想说，不然我来这个节目就我们来唱一下。我就是有些客语，有些还是用我们这个昆曲里面的中原音啊。那如果因为我怕说完全用客语，可能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是可以唱得很完整这样。老师客气，老师客气。好，对。那现在是可以就是清唱一段吗？对对对，好，我们屏气凝神。那我现在就唱一段这个昆曲，它《牡丹亭》哦，反正它最前面就是应该是很基本的，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段这个《游园》里面的《步步娇》，就是他刚醒来对，然后看到这个天气真好，他开始游园，就唱前面一小段。好，那前面有一段就是好天气，后天后天时，我用客语来念啊。哎呀！好天时鸟情丝吹来谢谢老师，你真的很就唱一小句，很棒哎！因为其实这真的是因为说真心，这是一个访谈，然后老师是坐在沙发上面，然后你要老师立刻这样唱，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哎，是有点比较难一点，不过还好。不过谢谢老师，真的太棒了，我觉得。
每次在看这样的一个戏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呢唱腔非常的重要，但是我是常常听那些专业老师讲说，你可别小看那些演员，他们可是连脚底都有戏。意思就是说，他们身段从头到脚，每一个手指，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在那个戏里面。对，就是他的身段，比如说你要脚要怎么走，对，身段要怎么扭，他都有规范，而且你头也不能乱动，他都有规范。头不能乱动，对，这是为什么我们常看演出的时候，站在台上的那个，我们就会觉得哇，那个好美，对，那个姿势好美，不动很难，不动很难，对，而且或者是像甘老师必须要动得很慢，对，然后那个指节，对，很多的细节在里面。哇，真的太棒了哈！你看，第一是你记不记得线上在咧节目地图庆宠一世团跟荣播的客家味道地图哈，我觉得很棒。不过你来到不是来个节目，所有嘅来宾哈，听众都你个节目地图都要接受我们的拷问。拷问的意思就是说，有话快说。嘛个意思呢，又不夹夹讲的意思是讲，问题也是些总得想，就是不能想，你就是要。很直觉性的这个回答，当下就对当下，然后其实也没有标准答案，对哈，所以这就是可以有时候因为没有想很久，很快的会知道，原来是这个样子哈，没有准备的，所以老师也不要有压力，我们题目都很简单。老实说，这个信上很MD哈，我们来问第一个问题哈，请问一下老师，你除了在这个就是昆曲里面当这个我们所谓的大专家之外，还曾经做过哪些职业？做过什么工作？我做过开过室内设计公司，在美国。总要吃饱饭吧？好斜杠哦！只昆曲我真的会饿死。真的吗？对，昆曲是在奉献。哇，所以你看你看老师我们没问，我们还真不知道哎。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关西古迹分驻所里面的茶屋啊，都是我那个内装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对。总上鼓励一下，老师你真的太厉害了！哇，这个真的是老师没说我们不知道，所以难怪老师会尽量的期待说，在那个茶屋里面有茶席，然后你又可以将你的剧在里面融合的这么好，哇，太棒了哈！好，老师，请你说过你的人生到目前为止，说出一件你觉得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我最疯狂就是来关系，我就知道老师要讲这个。我刚才就在想说，该不会是来关系吧？是。哇，所以你看老师讲的云淡风轻的，可事实上这是很大的决定哦。对，是很大。你想想看，本来就是那转了，我要回家了啊，拜拜。其实我是竟然就留下来了。对，我是要回美国，就开着 RV 车到处在美国，对，就到处玩了。对，我是想过，我已经有点半退休了，想要这样子了。不过老师，我觉得这是使命，我觉得到关系是对的，所以我应该跟我们客家的缘分应该不止昆曲是昆曲600年，我们应该超过600年了。我相信是，而且老师我虽然是一个局外人，但是I am看就我这样看。我觉得老师这是一个很棒的缘分跟任务，我觉得这是一件对的事情哈。我们跟我们国公这样听都觉得好享受，好棒。感恩我们客家乡亲可以接纳我们另外一种戏种。没有，我觉得这个能够撞出火花来。是。好，再来，老师，你进入客家庄来，就像到关系，老师所感觉到的，让你印象很深刻或是很不一样的事情是什么？就跟你过去想象不一样。应该是这样哈，我20几岁就到国外去了读书就结婚生孩子都在美国。那20几岁以前呢，都在我是彰化县人读书什么就很封闭，从来没有到外面。所以这次到关西是我这辈子突然会掉入一个地方，是讲的语言我听不懂的。你像到了国外是吗？你在国外都听得懂 ，OK， 美国都是讲英文，我听得懂。我到上海，他们虽然讲上海话，可是他们也都讲普通话。可是因为他是上海，可是这是台湾，我怎么掉入一个地方是我竟然我吓一跳，说怎么有一个地方这个是台湾吗？我怎么都听不懂，这么陌生是吗？对，有一点陌生。可是当我了解之后说，台湾还有保留一个这么传统、这么淳朴的小镇，让我也
就是这样子觉得说，让我爱上这样的小镇。好棒哦！对，它跟昆曲有点一样，它就是一个东西，它不变。对，因为它美的东西它一直留下来，对从传统的东西那个本质不变，对，它就是原汁对原味在那里。对，所以它很能够敲动我的心，所以我就留下来这样子。好的，最后一题，老师，你给现阶段生活的自己一句话，给自己的一句话。希望一切都能够圆满，和和善善，这样子。可以的，老师，一定会。谢谢。哇，其实豆俩片大家是会了解，我觉得俩声音一生该染粉，就我觉得是缘分，对不对？走到现在，老师，我们简单20秒讲讲是未来的规划。我未来规划就是，我这4年还会继续在我们关西古迹分驻所。那好好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分驻所，其实我来当下2年前我想做的，一直也还没做完的，我要把它全部都好好的推展，让关西在这个小镇，我们不只有仙草，有东安古桥，有很多古迹，有太和宫啊。那我希望把这个关西古迹分驻所成为我们关西观光的一个亮点，它里面有昆曲。来可以喝茶、听昆曲，可以看很多文艺活动，每年都可以来这边看我们昆曲正式的大戏演出，太棒了哈！感谢线上呢都节目第一度哈，所以该乡亲朋友哈，无论系你系关系啊，唔系关系的哈，有机会就是关系，行行聊聊，就得看戏，就得啉茶。谢谢老师，谢谢。好，天天好咧，让想所有该乡亲朋友更好咧做认同的哦。中戏福喜类界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類界面書傾站，還有體驗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